大家好，歡迎嚟到玩具研究所。咁呢排有啲忙，所以就少啲拍片。咁我依家就要開始講翻呢排11月尾嘅陀螺強度表。由於依家有我哋好強嘅帝王威能，同埋亦都唔渣嘅銀狼 CX 喺賽場上顛覆咁有人使用，加上香港賽區依家只限制可以用 CX 嘅陀螺，令到好多玩家都要好頭腦，包括我在內啦咁。咁我就想講下呢排有啲咩勁嘅陀螺同埋配置分享心得。首先就係 T0啦，鯊魚冇嘢講啦。鯊魚你用770 LR、360、160 LR 都勁㗎啦。總之你配 R 底或者 LR 底就得。咁天馬得一個配置啫，嚟嚟去去，啲人都係玩天馬 W， 最多依家係因為有呢個金屬徽章平民化，加多個金屬徽章，然後就玩960 FBH 啊嗰啲。但係依家銀狼 CX 嘅輔助戰印係 F 啊嘛，咁帝王威能嘅輔助戰印係 H 啊嘛，呢兩個戰印都好啱天馬爆擊用。假如你要玩防禦嘅，你就用 F， 咁就最好配 H 底，支撐力夠強。假如你要玩攻擊嘅，咁你用 W 又好 H 又好，總之夠重，加強佢多個攻擊力。咁 H 呢，因為有偏重心啦，兩側好重，令到天馬爆擊偏重心，咁成個搖擺性能亦都更強嘅。帝王威能配 W 或者 F， 玩960 LR 持久啲嘅攻擊就冇問題㗎啦。始終你用455 UN 又好 LO 又好，呢兩個底就係最好用最佳嘅選擇。神將開始退環境啦，我哋可能會愛嚟玩一啲嘅平衡啊、攻擊啊嗰啲，因為神將最起碼有嘅係佢都可以抵禦攻擊，但係持久方面未免有啲差咗對喺時鐘度。太陽神同天馬差唔多，但係因為依家有帝王威能啊嘛，同埋帝王威能啲零件都幾勁。先太陽神拜拜啊啦，真係 T1.5 我哋嘅戰神大獎啊嘛，咁佢勁得嚟，我哋都冇。CX 銀狼，咁 CX 銀狼喺嗰個攻擊方面係好勁㗎，好勁㗎。你配 T 俾佢就一定加強好多 H 都得嘅。咁天馬 UX 因為又係依家絕咗版啦，好慘。太陽神嘅藍色模式就冇紅色模式咁強，因為藍色模式係玩翻平衡啲嘅防禦。咁左龍又真係拜拜㗎啦。CX 因為啲膠戰印呢已經可以用重量壓制住呢個左龍，我哋只可以期待 UX 嘅左龍。但係呢度可以見到，咦有勇氣喎，勇氣點解無啦啦咁勁？勇氣勁嘅原因得一個，因為 H。依家呢最興勇氣係用咩呢？係用勇氣 H160啊450啊，然後再配上 UF 或者 LR， 總之佢嘅鏟飛能力已經增強咗好多。T2都冇乜嘢個，蠍子係因為夠重啦，咁銀狼係因為有自由回旋印啦。值得講嘅係我哋嘅蒼龍神劍。點解要講我哋嘅蒼龍神劍？因為蒼龍神劍最近有日本嘅 YouTuber 就指出，佢原裝鬥上一啲嘅攻擊型原裝，即係例如 UX 鯊魚、衝龍啊、鯨魚啊嗰啲咧，蒼龍神劍原裝已經打到好勁效果，所以蒼龍神劍佢嘅地位方面其實一直我都覺得佢勁。佢某程度上因為佢依家其實日本大賽世界盃嗰度有啲人話咩天馬爆擊啊，違反咗條例，官方就一定要去用 BX01。咁咧 BX01 因為限制住用啊嘛，但係 BX01 都可以打到神像嘅喎，有時即係 BX01 佢唔屬於一個主流，但係你玩得佢多嘅，你自然就會控制到佢。咁呢個係值得講嘅。T3，我想講呢度暴龍已經跌咗，因為暴龍我覺得佢嘅打擊感始終都係唔夠前面嗰啲勁咯。因為你衝龍有橡膠啊嘛，你暴龍你重量都唔夠鬥啦，真係。然後三角龍就恐龍家族打擊感勉強 OK 嘅，冇事就勁啦。然後一堆 CX 依家禁用啊嘛，咁你買 T3都差唔多啦，因為我呢度有 T5啊嘛。聖劍島都有 T4啦，雷霆天龍某程度上 CX 都可以抵抗到佢嘅。
總之就係 T4又好 T5又好，依家啲陀螺咧初代出到啲大部分都退晒環境㗎啦，我哋啲玩家就唔需要玩。咁我想講咧，依家西遊係最抵咧，係因為又輕打擊力都唔可以話冇嘅 ，OK 嘅。咁鬼又係跌落 T5㗎啦，準備佢得個原字咯，重量嗰方面係廢物嚟㗎啦，真係冇用。你有個重量都叫有啲地位啊，即係你老虎咁，你老虎可能啲打擊感又唔夠勁，重量又唔夠重，但係佢起碼都有少少真係一啲啲嘅重量，你拎出嚟打你都唔會覺得差。咁就係咁啦，今集就去到呢度，然後我亦都想加翻一啲嘅內容。咁啲內容係咩？首先12月 UX17 橡膠左龍隕石龍騎士出場，隕石龍騎士萬歲萬歲！隕石龍騎士係左轉，加上有橡膠，等於吸收嘅時代正式來臨啦！我哋要學識吸收啦。咁咧，但係呢隻咧點解吸收唔到咧？你可以望下佢嘅左下角。哇！個人重咗咁多嘅，係因為編組真係好勁，先有細個官方係想壓制佢吸收得唔好咁勁咯。然後 UX18 木乃伊抽包，我唔可以話呢個抽包廢，但係都唔可以話佢好用，因為根據以往嘅經驗，即係12月上年就係鬼啦，再上年咧就係我哋嘅飛龍狂風啦，呢兩隻咧又係賽場廢嘅。咁呢隻木乃伊咧，個機關已經好渣啊！我想講，因為啲膠佢有個人啦，總之有個膠生出嚟啦。咁因為膠都係鬥唔過金屬，同埋白化得好勁，我哋玩家嘅心會好多。但係值得一提嘅，因為個抽包入面有 M 啦，有 S 啦，呢啲稀有少少嘅零件起碼可以拎到。然後仲有咩咧？有 W 啦 ，W 差唔多 OK 啦，350可以試下俾時鐘用350 WB 啦。咁一啲 OK 嘅零件嘅叫做，然後最值得關注嘅咧，我哋嘅 LR 底終於都復刻，就喺我哋嘅紅色白虎度。咁呢個抽包我覺得你可能收一兩隻咯，你可能，咦係，仲有755都 OK。總之成套收晒就冇問題。但係咧全套收晒嘅可能上得場嘅淨係得幾隻。今日嘅影片就到呢度，請大家都繼續多多關注我嘅頻道。而且我嘅頻道大概會喺1個星期內每星期上傳1條影片。唔該晒，再見。